大家都知火鍋放題有限時噶啦，不過喺旺角就有間餐廳連落柯打都限時啊，7分鐘先可以再點餐，想無限追加肥牛都唔得啊！有網民就話餐廳掠水同埋趕客，玩爛所有任食餐廳，去深圳食好過啦。真係冇下次啊！到底餐廳係咪真係咁離譜呢？星島申訴雲就挑戰一下啦！記者 Rachel 就喺晚上食飯時間去到餐廳點咗個239蚊嘅預選套餐，可以任食90分鐘。不過講到明結束前嘅35分鐘就要停止落柯打，咁即係只有55分鐘嘅時間可以點餐。如果7分鐘先可以追加一次，計落條數，所謂任食呢，只可以叫到8次，大食啲都可能未必夠飽啊！我離開的時候不浪費，有剩下沒吃完的會另外加收錢。哇，100克要成200蚊㗎 ，Rachel 你真係唔好浪費啊吓！咁我而家咧就開始用呢一個 QR code 點單啦。啱啱落咗第一 round 嘅單啦，就睇下係咪真係7分鐘之後先至可以再落單啊！記者就按照用餐須知，1至2個人每次上限係點6份肉類同埋海鮮。我哋想再次落單嗰陣，落單頁面嘅底部就會出現提示。哇，真係要等7分鐘先可以再落柯打㗎。網民除咗投訴限時落單之外，仲話每次上菜要等超過20分鐘，啲肉仲薄過張紙，咁情況又係點呢？喺我哋入座之前，門口已經點咗鍋底啦。咁大約咧4分鐘嘅時間咧，個鍋底已經送到我台面啦。唔使10分鐘咧，6碟餸都已經到台上面啦。有豬肉啦、牛肉啦、羊肉同埋我點嘅海鮮。咁有網民咧就話咧，佢哋嘅肉咧係薄過一張紙嘅。我望落去咧還可以。我哋而家睇下每一碟肉豆咧，佢哋有幾重啦。平均每碟牛同埋羊超過80克，而雞肉就超過170克。我哋嘅記者就夠食啦，但係其他食客又點睇呢？我覺得好新穎咯，係啊，因為食過香港其他嘅即係放題式嘅打邊爐，其實都冇咁 lean 嘅，係啦，即係個時間冇咁 harsh，咁啊最多食完一次，下次唔再嚟咁樣咯。我嚟之前係唔知嘅，有少少麻煩嘅位咯，因為臨尾嘅時候嗌咗個甜品。咁發現其實都想嗌多杯嘢飲喎，咁但係又要等7分鐘。可能我哋比較細食，所以就未去到出現佢個上限。係啦，如果可能大食啲就會有機會影響大啲咯，係啦。就住食客對餐廳嘅意見，星島申訴網揾到嚟自台灣總部嘅負責人簡小姐解答大家嘅疑問。比方說你們2位是6樣，因為我們的每一份的肉大概是80到120公克。如果以3份來說，其實一個人第一次亂，那包括我們蔬菜其實是 OK 的。7分鐘這個時間上的要求，是因為我們的肉品不是預跑好的，是現在這桌客人他點了多少，我們就是現場把我們的原肉塊拿出來，現用刨肉機刨出來給客人做使用的。如果說你覺得這時間拉得太久，可以請我們幫你們下單。雖然說這是個規矩，可是規矩是死的，那主要就是不要浪費為原則就可以。負責人又話，因為店鋪開業唔係好耐，香港同埋台灣食客嘅飲食習慣有差異，未來會同總公司商討優化一下落單嘅程序。聽完餐廳嘅回應，唔知大家又有冇興趣去試下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下。你申訴，我跟進，搵91999933，星島申訴王隨時候命。